英國有報告指，全球最幸福嘅國家同地區中，哥斯達黎加排名第一，中國就排20，高過香港60幾位。點樣先係幸福呢？英國一個智庫組織新經濟基金認為可以用幸福指數，包括人民嘅平均壽命、對生活嘅滿意度同對天然資源消耗嘅情況嚟衡量。基金公佈嘅幸福星球報告，排頭10位嘅國家9個都係嚟自拉丁美洲。排第一嘅係人口只有450萬嘅哥斯達黎加，以滿分為10分，哥斯達黎加人民對生活嘅滿意度有8.5分，加上善用天然資源成為第一位。亞洲區只有越南打入頭10名，排第5。中國排名20，高過排名75嘅日本，香港就排84。但基金指中國人民20年前嘅幸福生活指數較依家高。至於美國就喺報告中排114位。基金認為發達國家應該放棄將幸福同經濟數據掛鈎嘅諗法，思考點樣改善人民嘅生活水平，為國民帶嚟可以持續同有意義嘅生活，因為呢啲先至係國民真正需要嘅生活。無線電視記者溫仲賢報導。流行曲之王米高積遜嘅追思會將會喺洛杉磯時間星期2舉行，當局已經展開籌備工作。流行巨星麥當娜亦都喺個人演唱會上向米高致敬。有流行之後之稱嘅麥當娜喺演唱會上面揾嚟舞員重現米高積遜喺上面嘅風采，勁歌熱舞，加上招牌舞步 Moonwalk 向米高致敬。倫敦呢個場館亦都係米高積遜原定今個月中舉行50場復出演唱會嘅地點。咁至於米高嘅追思會喺洛杉磯時間星期2朝早舉行，喺會場史達普斯中心外面部分街道已經封閉。美國多個電視台同網站到時都會直播追思會，器材已經運抵場館，霸佔最佳嘅位置拍攝。目前已經有超過160萬人上網登記申請入場券，主辦機構會抽出8750人，每人可以獲得2張免費入場券，其中11000人可以進入追思會場，另外6500人就安排到鄰近嘅諾基亞劇院睇直播，名單將會喺今日公佈。無線電視記者雲敏賢報道。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喺獨立紀念日發生煙花爆炸，造成2個人死亡，3人受傷。爆炸現場冒出大量濃煙，事發喺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島，一架為獨立日慶祝活動運送煙花嘅貨車駛到去碼頭嗰陣，突然發生爆炸。5個負責放煙花嘅人，1個人當場死亡，另外1人送院之後傷重不治，3人重傷。受爆炸影響，前往小島嘅渡輪服務暫停，當局正係調查事故原因。溫布頓網球公開賽，莎蓮娜喺女單決賽以盤數2-0擊敗衛冕嘅姐姐威廉斯奪得冠軍。同上年一樣，決賽又係威廉斯姊妹嘅內訌，媽媽就最頭痛啦，支持邊個好呢？不過佢都慣晒㗎啦，單計溫布頓兩姊妹已經係第4次喺決賽碰頭。舊年姐姐威廉斯攞冠軍，今年就到妹妹莎蓮娜威翻次。揸住左膝上陣嘅威廉斯，連續17場喺溫布頓一盤都未失，但力量型打法喺妹妹身上就唔多奏效，反而自己頻頻犯錯。威廉斯想同名將加夫睇齊，連奪3屆溫布頓，莎蓮娜一啲面都唔俾。乖巧嘅高波笠死家姐，第一盤打到決勝局，莎蓮娜贏細分7-3。威廉斯發球嚴重失準，全場只係得2次發球直接得分。第二盤呢下發球雙錯誤，更加俾莎蓮娜打破埋發球局。威廉斯救咗3個決勝分，但係去到第4個自己打落網。莎蓮娜第二盤贏6-2，繼02同埋03年之後，第3次喺溫布頓決賽擊敗家姐，奪得個人第11個大滿貫錦標。同舊年一樣，兩姊妹喺單打決賽鬥完就喺雙打決賽合作，對澳洲組合史杜比斯同埋史杜莎，直落贏2盤7-6同埋6-4，成功衛冕，第4度攞到溫布頓雙打錦標。呢對美國姊妹花都算係今屆溫布頓嘅大贏家啦。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報道。最後睇下天氣啦，預測係多雲，有零散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1點鐘氣溫係27度，相對濕度94%，雷暴警告係現正生效㗎。
一般監測站嘅空氣污染水平係輕微至中等，而路邊監測站就係中等至偏高。紫外線指數係4，強度屬於中等。新聞報導完，再會。